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 David Webb 嘅八字。David Webb 係出生於英國，佢大學畢業並取得數學學位。佢天資聰敏，亦都有創造能力。17歲已經利用個人電腦開發同埋發行數款嘅電腦遊戲，亦都出版過寫編程教學書籍。佢將生意賺取嘅版稅用咗投資股市場，成為佢最早嘅投資經驗。之後佢喺1991年嚟到香港定居。David佢喺廿幾30歲就能夠憑佢嘅天分喺股市中賺取足夠嘅資金，令佢獲得財務自由。所以喺1998年佢就離開職場，正式退休啦。2001年 David Webb 成為香港港交所成員小組。2年之後2003年佢就正式成為港交所董事。可惜之後佢嘅理念同有關機構並唔係好協調，所以喺2008年佢就唔再做任何港交所嘅職位啦。另外佢喺2006年開始投資龍城金融，但最後令佢損失達8位數字。2017年佢發表咗50隻不應買嘅港股研究報告，而引發市場劇烈波動。David Webb 成為受人矚目關注嘅公眾人物。到咗2020年，佢宣布患上咗前列腺癌症，並且發覺已經擴散至骨骼。最後喺2026年1月13日 ，David Webb 因為前列腺癌症轉移喺香港安詳辭世，享年60歲。好啦，呢個就係 David Webb 嘅八字啦。咁佢睇到佢月令裏邊係辛金，然後透出咗七煞出嚟，但係辛金俾火制咗啦，咁變咗成為去官流煞嘅格局，就係七煞格啦。另外七煞喺時上又可以成為呢個時上一位貴嘅格局，所以基本上咧係有兩個格局存在，令到八字嘅格局進一步提升。格局成咗，所以佢讀書就好叻，有個人嘅天賦，亦都有創造能力啦。七煞就代表開創啊嘛，呢啲咁嘅比肩劫財，亦都係會幫助七煞嘅，咁先可以成就一番事業。咁呢個八字究竟咩係用神啊？因為八字裏邊有正官同七煞啊嘛，正官嘅七煞係勢不兩立，所以咧我哋中意火嚟制佢，即係將正官制住，留下七煞。所以咧自火係主要嘅用神啦。咁木又會生火啊嘛。嗰個行運咧最好就行到火咯，佢將呢個正官克制住，咁七煞咧就可以發威啦。但係呢個命咧雖然喜歡火啫，但係太旺嘅火亦都會對佢唔好，喺身體上造成一啲衝擊嘅。咁究竟係咩原因咧？我哋一陣間再分析。另外我哋睇到咧年月都係比肩劫財係嘛？比肩劫財咧就代表佢出身裏邊咧都唔係咁好啦，家庭都係普普通通嘅。所以 David Webb 都係一個白手興家嘅人。跟住我睇下 David Webb 嘅大運，佢係逆行自午未火運，之後再逆行寅卯辰木運。基本上一早已經行好運咯。佢其實由8歲到37歲已經行緊30年嘅好運，所以佢好快咧就賺到佢需要退休嘅錢啦。而且最好嘅當然係辛字運啦。點解？辛字運咪呢個辛字咯。呢個自火就制住咗辛金啦，咁所以呢條柱到見到呢條柱咪應期咯，所以呢個運係最好嘅，發得最多嘅。而正正喺呢個辛字運嘅2001年 ，David Webb 成為港交所嘅小組成員啦。嗱，剛巧2001年都係辛字年，真係咁巧喎。之後過渡到庚辰運啦，庚辰運好唔好啊？咁有啲唔好喎。佢會睇到呢度係庚金，係正官星嚟嘅。正官星而家透咗出嚟喎。正官其實係呢個格局嘅忌神啊嘛。而家喺大運裏面透出嚟，仲坐住呢個神土生住佢添。咁所以呢個運咧成咗官煞混雜。咁官煞混雜當然係工作上唔係太好啦，容易招惹是非啦，或者同上司唔咬牙啦。而且運程喺呢條柱裏邊都唔係走得咁好嘅。所以佢之前喺呢個運裏邊投資嘅龍城金融走到呢度咧，已經係蝕錢啦。雖然佢喺2003年成為港交所嘅董事，但係咧因為官煞混雜，所以佢喺戊子年2008年就不再任呢個港交所嘅任何職位，離開咗港交所啦。咁主要咧就係呢個運咧有官煞混雜嘅出現喎，而且神土亦都生辛金啦，所以正官係好旺，咁咩事都比較上不順利嘅。之後到咗己卯運嘅2017年丁酉年，
佢就發表咗50隻不應該買嘅港股。丁酉年我哋見到佢係丁火坐住酉金，酉卯係相沖，而且亦都係沖呢個大運嘅地支，造成歲運相沖，係犯太歲。所以嗰一年佢都受到好多批評，亦都有人擔心佢會唔會俾人報復喎。但係一般散戶小市民就非常之喜歡佢啦。之後喺呢個己卯運嘅庚子年2020年，佢就宣布患咗前列腺癌症啦，而且已經開始擴散到骨髓啦。咁點解會患呢個前列腺癌症呢？我哋睇下八字，自火係克住辛金，仲有呢個一齊嘅克住佢。辛金裏面咩啊？有壬水啊嘛，有金金。好啦，壬水喺兩個火裏邊合住佢嚟克，咁庚金同壬水都會受傷嘅。咁水可以代表腎臟啦、泌尿系統啦，或者係前列腺。所以佢首先係會有機會咧，係患上前列腺嘅問題，最後發展成癌症，因為佢水裏邊係太弱啦。大運你會見到佢先行火，再行木生火，咁係咪呢啲自火越嚟越旺啊？水都冇敵，所以前列腺嘅問題比一般正常男人早出現。火旺又燒到啲金都開始有事啦。庚金可以代表什麼啊？金咪可以代表骨頭啊、脊髓啊嗰啲咁啦。所以先壞咗水，再壞咗金，一路咁傳上去啦。所以佢係有機會咧，係患上咗前列腺癌症啦，同埋骨癌喎。辛金雖然當令啊嘛，但係佢冇嘢生佢，反而有嘢克佢，而且木亦都生火，火克佢，所以呢個其實咧係不停咁受到打擊。最後咧，佢係行到呢個戊寅大運。戊寅大運裏面，你見到寅木係會生自火克辛金啊嘛，更加劇烈，而且人身相沖，同埋人身是三刑。所以呢個都係一個病發嘅大運。另外呢個甲辰七煞喺呢度都係比較上單薄，雖然係當令，不過冇其他嘢生佢。呢個七煞都係危危乎嘅，所以喺木火大旺嘅時間做一齊金都俾佢殺咗佢啦，都俾佢燒壞晒。木旺金絕，甲辰辛金，亦都臨絕地受克喎。故此呢個運係大凶嘅。剛才亦都講過，木生火旺，亦都會克呢個金咧。雖然火係格局嘅用神，但係金太薄弱啦，所以火反而係健康上嘅忌神，晚年就更加不吉利啦。2026年嘅1月仍然都係2025年嘅乙巳年。乙巳年你再會見到一次自火出現，即係亦都係一個刑期嚟嘅，可以講係死亡嘅刑期，而且人生自在三刑一次，所以呢年係大凶啦。60歲就離開人世，確係比較可惜嘅。好啦，今集就講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歡迎大家留言點讚同埋訂閱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